台南爱读册，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特别，是来到七股的鸟屋工作室。鸟屋工作室的主人是杨明忠杨老师。杨老师呢是活跃在国内外非常有名的艺术大师，他的雕塑作品呢，在许多的公共造景中，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今天欢迎杨明忠杨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语谈阅读的经验。杨老师好。大家好。那我们呢，今天还很特别，是因为我们要讲到阅读。那杨老师说，阅读哦，爱问阮某，就是呢，我们的杨大嫂杜英淑杜女士。Hello， 大家好。对，我们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们走了鸟屋工作室，我们发现其实呢，两位是真的把艺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草一木，这里面每个雕塑都告诉我们，艺术不是在博物馆哦，它是在生活里。所以我们相信两位共同营造的这个空间，对于美是一个有特殊的定义与共同的一个喜好的。所以我很好奇，想问一问哦，我们先问大嫂好了。大嫂，你觉得什么是美呢？怎么可以创造一个这么美的空间在这里？我觉得宁静是美。宁静，也就是说像这边看到的很安静的鸟语花香的一个工作室的感觉，并且我绝对相信住宅是个人的延伸，内在的延伸。对，所以你内在的想些什么，然后你就把它延伸在你所居住的空间里面。没错，我们过去读的书，我们走过的路，人生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今天的场景。所以我就觉得您这样讲，我真的是了解你的意思。你可以了解说我阅读过的东西，然后呢吸收成为一个美的元素的时候，这个鸟屋工作室正好是两位共同去成就美的元素，把它具象化的一个空间，对不对？对，我们两个都非常有趣，有非常很契合的一个共同特质、人生观。了解。我们非常喜欢田园文学哦，了解。所以我想呢，他的艺术结合我的园艺，我们真的是很创造出来共同美的交集，于是就有鸟屋的工作室了，是对不对？成就现在的一草一木啊，或是整个场景，我们其实都所以也可以这样讲哦。其实对大嫂来讲，美就是我的鸟屋工作室所有的实践的各种的园艺跟美景了，而且每个角落每一个细节。了解。那我们要一下杨大哥怎么去定义你所谓的美呢？所谓美哈，万物应该都是有美的一面哈，令人愉悦的啦，有正向能量的啦哈，应该皆可以说它是美的。人啊，动物啊，植物啊，花卉啊，风景、山川天上的云朵都很美。然后极大呢，可以到达到宇宙星空；那极小呢，可以微生物都有它的美。然后抽象一点呢，音乐、文学皆是美。我觉得美是真理，真理也是美。了解。所以其实对大哥来讲，我发现你的艺术中非常容易的有一些音乐的元素，然后我觉得人体呢，它一个站卧坐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姿势，那个刹那，或是在你的画画里面所捕捉其实美好的颜彩。我在想，真的在实践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非常宽阔一种景象。但我相信，其实每个人的阅读的经验都不太一样，能够成就这样后来成为一个美的最终极的元素的展现，一定要有很好的阅读的背景。那其实我们在鸟屋工作室不仅是看到您对艺术的喜好的展演，或是艺术作品的展现，我觉得其实看的感触最深是你们两位时时在阅读。那所以很想请教一下哈，这个大嫂，您是怎么去看阅读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很喜欢读书，也到处创造那个可以办读书会的地方。对，到处都可以让你心灵歇息的角落。我觉得启蒙小时候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的渔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课外读物啊。可是呢，我大概在小学2、3年级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家住三合院，有一个后巷，里面的有一个很多箱子木箱子，然后我很喜欢打开那个木箱子，
闻到就看到我爸爸的那些古书，然后我喜欢拿起来翻，闻到那个书的香味，书香，所谓书香，小时候体会的，一辈子到现在那个味道还在。哦，真的哦。所以打开那个书的记忆中会有一个连结的发现，原来那个书它有一种香气是吸引着你。那时候您看得懂那个古书的内容吗？看不太懂，因为那个是我爸爸私塾的书，然后可是里面有很多插图。哦，了解。然后其实我是被那个香味吸引，就是那种书的氛围哈。那其实我想那样的启蒙会让你觉得书它本身是有存在的，尤其存在你的童年的记忆里头。而且那个我常常有一个动作，就是因为我们家前面就是余温，我会撑一把伞，然后在那个语法上面，然后放一把小椅子，我会搬几本书，我坐在语法上面，还要撑一把伞，那不是很梅洛瓦了吗？对，像那梅洛瓦那个撑着伞的女人那种美感了。那很小的时候，真的哈，2、3年级、3、4年级，我就常常这样子。哦，了解。所以从那时候连线开始，那时候小时候养成对书就是一种喜好，而且手不释卷的感觉，而且是安静。所以为什么我说美是宁静的？那时候在那当下，我看的书，那个有风啊，微风、海风。哦，所以你的书会跟你的海风的记忆、成长的经验是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阅读经验中，就不仅是读书，可能是读你在读书那个当下中所有环境的氛围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很重要。对。然后，所以呢，后来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子，我记得孩子小时候呢，每一个暑假，我们都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帐篷，然后我里面放很多书给他。哦，还有放那个录音机啊，很多他喜欢听的。在帐篷里面哈，给小孩子创造一个氛围很要紧。所以我一直觉得您很了不起，那时候创造了一个帐篷，像一个更大的帐篷，就是我们的鸟屋工作室，邀请所有人进到我这里，变成一个 open house 的感觉，随时都可以坐下来。所以就可以让很多人了解说，其实阅读的经验想要跟书产生一个愉快的感觉，环境跟书加在一起是很重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每个妈妈回去可得好好打扫自己家里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对下一代哈，我觉得那个从小培养种那个种子很重要。了解哈，那我想杨大哥您的阅读也许有更多是不太一样的成长经验，是伊是迄个海的七股，你是山的神话，啊你神话都无海风通神啊，啊你先读册先有什么物件来陪伴你来孤单来读册呢？我小时候哈，很幸运的，因为我父亲他也是读册人哈。所以他很注重我们家的小孩的书房所以我们小孩都有一个书房，就是我们的卧房就变成很自然就变成书房。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书柜，然后我的书柜里面装满了很多书，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订阅了很多杂志，有读者文摘啊，有今日世界啊，有花名杂志啊，有很多，就是每个月我会期待那些杂志寄来的时候，我会非常兴奋。我会首先看到读者文摘，我一定抢着看里面有胡适会啊、笑话篇，我会很找。里面有诉说心理啊，有笑话赶快抢着看这是很难忘的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父亲很了不起，是因为他替你们营造了一个书房的概念。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是我很多朋友问我说：“哎，我到底是被中红上面？”我就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觉得创造一个可以让全家共读的空间很要紧。所以我们的小孩的所有书不让他摆在卧室，我让他摆在书房。书房可以，书房1、书房2都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的大嫂最厉害了，我看你鸟屋工作室虽然不大，可是这里真的有书房1、书房2，随时您走到这里，您不仅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雕塑跟绘画，随时可以撞到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创造这个氛围是很要紧。但是我仍然其实还是蛮好奇，是说在那么多的阅读的书籍里头，您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而且也许它影响你的是哪些书类，或是哪几本书？是，我觉得刚刚我说，因为我们住在小渔村，我们没有办法接触，甚至连什么书局都不清楚。后来我国中2年级，我们搬到台南市区，然后我记得我们学校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书局，然后书局呢，我每一个周末都很期待去那个书局。对。然后可以看书啊，可是我
忽然好像是说，感觉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因为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书。哦，入虎侠的册个拢叫大经啊，那就对了。然后可是没有钱买书。对。那我看了大概将近1年之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零用钱，买了第一本书。对。我永远记得那一本书叫《伏兵散记》。哦，好棒！梭罗的《伏兵散记》非常好的散文。我那时候才国中2年级而已，我的第一本书。对。可是我在想说，我为什么会买那本书呢？其实它是有叠印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对，你刚刚讲到说宁静湖边坐下来读书，其实梭罗真的也做了很多这种事情哈。而且我在读梭罗的时候，我很感动一点，他不仅这样，他做了很多自然观察，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梭罗说他在湖边看那个春去秋来的鸟，他发现鸟的飞行会用6跟12的倍数在飞。真的吗？后来呢，我的朋友告诉我，事实上是的，是他们飞行的验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梭罗做的很好的观察，所以可见你喜欢那本书，你应该也是一个细腻于去做观察的人。我那时候想说，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说，英文有一句说，后来你是什么样的人哈，你吃了什么东西，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哈。那我们看了什么书，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You are what you eat。你吃了什么就变成什么，所以你读进去的东西就变成其实你所成就的。对，所以有时候小孩喜欢我特别有时候男孩子很喜欢看杂志，那当然也是很好的消遣。可是我觉得要看文学的书，对我来讲就是一本它是一个书的概念，然后。杂志其实它的特质是说，它可以 immediate 一下就给你很多东西，快速的，可能是片段的，或是我觉得即时的。可是我觉得书本它带来最大的意义是它给你一个完整的主题，它像是一个故事一样，有起也有落，而且它也有一个 ending， 让你知道说你真的。旁的上面米给它完完全全都在你的掌心中去了解那个主轴，对，那个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你仍然对《湖滨散记》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我可以拿到现在可以一看再看，真的哈。对。那其实呢，我这个听的也与我心有戚戚焉。我在读台中女中的时候的第一本。这个英文的中英对照，我们的英文读本就是《湖滨散记》。我真觉得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可以像梭罗一样，我觉得生命中需要一种宁静的散步，而他的散步一直给我感觉是人的心灵中非常高雅的，对，是这样一份自由。对。那我在想，其实如果以杨大哥来讲，您的阅读其实我想相当的广大。那如果以你阅读经验中来讲，你觉得？你影响最深，或是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书？其实刚刚你们讲的《湖滨散记》，其实我也有看，可是通常那么多文字，我大概看不完。我一定，我看的书一定要有很多插图，不然要有图片，我才会有兴趣，然后继续把它读完。了解。所以，我喜欢台湾有一本陈冠学《田园之秋》。我知道。田园之秋，它里面有很多赏鸟的插图。对。我就非常喜欢，我就，一口气就把它看完。然后陈冠学的《田园之秋》也等于是跟《湖滨散记》有异曲同工，我觉得。对，它像田园日记一样。它是勤耕雨读的那种生活，我也很喜欢。了解，所以他的作品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湖滨散记》或者《田园之秋》，某种程度上真的实现在你们两个共同默契的一个理想中。如果以鸟屋工作室来讲，或者是说，其实每个人到国外去嘛，要么就是曼哈顿啊，要不然就是我们讲说 Los Angeles， 你们俩竟然选了一个布丘 Garden， 所以我相信你们俩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像拿了一本《湖滨散记》到布丘 Garden， 拿了一个我们讲说《田园之秋》到布丘 Garden， 会找到一个很共同的一种特质的感觉哈。那所以其实听你们这样说，我们就觉得，当然对我们很多的在场的朋友中，我们就知道大哥大嫂给我们很大的建议，在我们的阅读的经验中，其实让我们小孩的阅读跟环境产生一种绝对的关注跟影响，那是真的必要的。所以我就很好奇，想再请教您说，如果假设我们这样讲，我们先请教袁命中大哥。所以其实很多人对所谓的艺术家这3个字都有不同程度的定义嘛。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当他抱着娃娃出生的时候，都很想把自己的小孩子养成真善美，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有艺术家的元素，能够欣赏生活中的特质，我相信更是他生命可长可久的一种阅读经验的养成。那如果以你的角度，你会建议想要带孩子或是带我们的身旁的朋友去做阅读的这些人，他们应该有怎样的阅读建议啊？如果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环境自然的观察应该跟阅读一样重要。所以就是在他的成长环境可能要多接近大自然，因为艺术等于是近乎自然的和谐。对，就是你在创作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要尽力把它做到完美，它就是可以称为艺术了。所以就说让他多培养观察自然的东西，日出日落，或者是观云海啊，看看海，或是我们讲说去体会一下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春天的花在开，秋天的叶在落的感觉，那是蛮好的。那应该是在生活中养成的。在生活中养成阅读，那就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可能了。那其实我们相信很多人，当你今天离开了学校以后，有人这样讲说，其实所谓的毕业的定义就是离开学校之后就不再读书了。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阅读，也许毕业之后才是一个开始，因为你可以呢开始为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阅读。那我们相信，其实呢，这个杨大嫂你也常常阅读，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这个我想比较是一般的大众他们想做阅读中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的建议呢？我其实我蛮欣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勇敢。对。那像我们的经历是，其实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大的胆量那我觉得我影响最深刻的是，因为我的过程里面我看了大量的那个西方的翻译文学，还有翻译小说，那对我的生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我会那现在因为是五花八门的很多可以让你去选择的书籍。然后我觉得还是要选择跟你的内心最感动的，就是能够感动你内心中的那个点，就是。那我就很好奇，你读了很多西方小说，会促成您跟杨大哥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跑到加拿大去吗？对，那个是非常大的养分，真的也是非常大的动力。对，也是一个超不可能的梦想，因为你们这么一转身是一无所有一个渔村长大的孩子，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那我们凭什么？了解，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对，那勇敢走出去是因为想实现你在小说中曾经看过一个梦想的花园。对，因为我们从书本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很懵懂，可是因为书本我们看的书，包括以前我除了《湖滨散记》，我看《先知》啊，看那个都是真是超越我的那时候的年纪经验，对，你想象不到的。对。可是后来我告诉我的孩子说，你看那个写《先知》的纪伯伦，他才18岁而已，对，他就有那个生命的成熟度。了解。所以我觉得你选的书，你看的书太重要了。对。而且特别应该怎么样？这是以我个人经验我都特别推荐那个父母亲给小孩子制造读书的情境，对，让他知道。我觉得其实从你身上，我还想到一点是说，妈妈建议小孩读的书，要让他有一个梦想感，对不对？让他觉得他可以借这个书也走出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一种梦游的一个园地，能够走那个红砖道，你当然就有一个好的天地了。所以我记得杨大哥，您今天要帮我们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梦想。这本书其实是很特别，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讲呢？这本书是塔莎老奶奶的美好生活对，塔莎老奶奶的美好生活这一本，因为它这个有好几本那其中这一本叫《创造你的生活乐趣》塔莎老奶奶她是美国的一个插画家。对。那她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
怎么有人的生活模式可以那么跟我们回到家返璞归真，一模一但跟你们很样，跟我像。们家一模一样。了那时候我解。住在维多利亚，哦，了解。然后大飞机回台湾的时候，在飞机场的书店看到这一本书，对，所以我就看了相当的有点震撼，很那觉得然后这个塔烧兰奶奶，她虽然那时候已经好像90几岁了，92岁，啊，90几岁才出这一本书，对，然后她的样子让觉得很迷人，对，她整个样子在农场里面的，她那在农场里面工作的样子，老的很优雅，她跟小狗跟她的小狗在一起的模样真的是很迷人，对，所以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内容，它也后来也是我的学习对象。哦，了解。这本书其实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是说人生中其实也许我们难以避免老去，可是在你从年轻到老去的过程中，我就要活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优雅的方式，而这方式只关心灵而不关物质，对不对？是。所以这本书是你们共同非常喜欢的，我也觉得你们两位是把这个感觉呢实践在你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七股的这个鸟屋工作室。很好奇，我想20几年来，我生命走了一段很长历程，终于落叶归根，又回到七股了。那你们现在对七股的生活的感觉是怎样呢？用美好2个字形容还不太够。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很满足了，这样子非常的满足。因为在这边你们营造的是你们自己喜欢的阅读空间。七股这地方的人都是海口人哈，那海口人有什么特色？因为我是大嫂，你是从小你去过大汉的，那海口的特色是感觉足勤俭的，足骨力的。可能跟农夫不太一样，我们的作息跟农夫不太一样，是，而且通常呢，因为养鱼的大部分都是男生啊，女生很少投入这个哈，女生都当家庭主妇，是，然后所以他们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他们的生命没有这个着力点啊，对，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喜好。那迄个船底海顶呢，越来越除了工作去养鱼的这个他们的事业以外，他们好像生活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嗜好。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啊。对，我小时候的那个木箱子，神奇的木箱子，打开了那个阅读的木箱子之后，你就发现，即使你不会是一条漂泊的船，你可能可以知道什么是你心里中可以靠岸的感觉。原来我可以飞这么远，而且还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做了这么好的一个空间。那其实杨大哥，您是双爱神话嘛？哈，来定义一边，你未来个七股，这生活20几年，所以呢，终究落叶归根，你还是选择在这里。那您觉得在七股的生活，你觉得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因为七股最吸引我的就是七股的夕阳。我每一次就是开车，然后回家的路上，然后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七股的夕阳，我都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后来本来是设工作室在这里，后来就干脆搬到这里来了。了解。所以在七股的夕阳中，会看到整个是海平面。然后那个海岸线中，它完全没有遮蔽，然后海影底下也很辽阔的空间，很辽阔的空间。其实你知道，我曾经写过台港的海影嘛，那我觉得整个我们七股这沿海的盐分地带，事实上它海影是就非常的猛烈，海风是就咸的，但是这么猛烈又这么咸的海风，它却创造了属于海的这边人非常强韧的个性。所以我相信喜欢七股也是因为看到这些在这么样的恶劣环境中，他们还能够如此如实生活的这群人，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缘故呢，当看到这种情境再去看杨大哥的作品，其实我有一个感触，我知道杨大哥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平山郁夫的作品，那因此呢，他的作品也给你绝对相当大的影响。您的作品呢，跟他一样，有一个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触，而且也很好的礼赞。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明忠杨大哥跟我们分享他许多的美好的艺术的经验，谢谢杨大哥。谢谢大家。那我们当然也谢谢我们的杨大嫂杜英淑女士呢，今天也给我们分享很生活很自在的阅读经验。谢谢大家。我们相信每个养成的生命呢，都有他自己的艺术的核心与养分的阅读。杨明忠先生非常喜欢的平山郁夫这一位艺术家，曾经在经历过世界的大战之后的灾难，他存活下来了。最后呢，他写了一段话，这样讲，他说：
生命的悠悠大河中，每个人都不过是一粒微尘，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可能你没有受到上天的眷顾，不能熠熠发光，注定转瞬即逝。站在不懈的追求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我救赎，都能够让上天改变计划。我相信如杨大哥所说的，艺术与美就是生命中最好的救赎。前2天他们2个骑了脚踏车，然后在七股，在夕阳下看完夕阳，留了一段话给我，上面是这样写的：树影摇曳，轻轻地告诉我们，时光1分1秒流逝，而我们是否更成熟而累积智慧了呢？但愿今天这一集，透过阅读的经验与美的生活，也让我们累积更成熟与美的生命智慧。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